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把你嘅產品或者廣告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我哋先分析一下互聯網每一分鐘產生嘅海量數據變化。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Google 搜尋有200多萬，域名增加70個，網站增加570個，郵件服務發出2億封郵件。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我哋點可以脫穎而出？我哋就要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個平台加埋嘅搜尋到300幾萬，我哋點可以運用到呢？我哋今日就試一個關鍵詞俾大家睇。iPhone 5禮品 ，iPhone 5嘅品牌個知名度，大家都無庸置疑。加埋禮品呢個字，佢帶嚟關聯嘅頁面有8800萬。大家要留意呢個視頻個內容。喺呢個關聯頁面裏邊，我哋霸佔咗7個，我霸佔咗6個。我哋轉去視頻嘅頁面睇一睇，個變化出嚟啦。喺傳統嘅網頁頁面冇咗競價廣告，但係喺呢個頁面帶咗嚟7個，即係話廣告主嘅投放已經產生變化。佢渴望真係要找到人客去查詢佢個產品，所以佢轉向咗去視頻。因為依家喺呢個時代，好多人客去搜尋一個信息，搜尋嗰個產品，佢希望獲得嘅信息係比較全面。如果我哋傳統嘅頁面文字加圖片確確實實滿足到唔能夠滿足到大部分消費群嘅需要。如果我哋轉用咗 video， 確確實實可以好透徹將你嘅產品喺你嘅人客面前360度展示出嚟。傳統文字加圖片確確實實好難實現到呢樣嘢，因為一個靜態同動態嘅分別。既然廣告主嘅投放已經產生咗變化，亦等同我哋依家互聯網瀏覽者或者一啲消費群體所產生嘅變化，已經轉向咗多媒體嘅廣告。所以佢廣告投放轉咗嚟視頻。我哋再翻去第2頁，我哋左邊嘅自然排位都係霸佔咗9個，霸佔晒。競價廣告一樣係有，情況都係一樣，情況都冇改變，情況都係冇改變。我哋翻咗6個頁面，我哋左邊嘅自然排位一樣係保持到，因為我哋做呢個自然排位，我哋用大量個視頻去霸佔呢個位置，令到我哋喺傳統嘅頁面，我哋都霸佔咗有6個。今日我哋所花嘅每1分鐘嘅時間，我哋講係時間，唔係金錢，我哋都可以喺互聯網裏邊找得到出嚟。同我哋傳統做 SEO 優化、網站優化，或者我哋做嗰個競價廣告排位點完即逝，情況好唔一樣。如果大家需要喺芸芸嘅競爭對手裏邊脫穎而出，我哋今日就要作出一個改變，將我哋嘅產品信息將佢視頻化、廣告化，讓你個海外客戶，讓你海外嘅朋友可以好透徹認識你個產品，從而作出一個採購。因為今日冇一個媒體可以代替到 video。喺呢度我哋為大家分享一個平台 Podcast Channel， 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平台。我哋保證，我哋承諾，大家嘅廣告或者視頻播出之前，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干擾，讓觀眾可以直接收看你個視頻或者廣告。同時，我哋個網站已經有手機版嘅版本，人客無需要下載 Apps 就可以直接喺手機觀看你嘅視頻或者你個廣告。喺嚟緊嘅5月20號，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唯一一場嘅研討會，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重新出發。日期係5月20號，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
喺九龍長沙灣長義街8號益經廣場31樓。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請大家揸緊時間下載個申請表格報名參加，因為座位有限，額滿即止，絕不加場。多謝大家。